中选会今仔日发布2024总统和立委大选的公告，确定明年是正月13要投票，按算有1950万人会当投票。另外，中选会嘛强调，各台民若要参选，要依照法规提出联署，袂当用电子的形式。到出2024正副总统加立委大选的公告，中选会宣布投票日是1月13，估计选举人数是1950万人，其中1028000人是第一遍投票。因若正副总统参选人一旦经由政党推荐或者是联署申请登记，中选会重申，联署书的形式就要按照规定，无接受妨害创办人郭台铭镇压所提出的电子联署。根据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3条的规定，身份证是或者是用影印或者是用扫描，附贴在我们的表格上面，这个就是法律的规定。这几天呢，都在密集的跟厂商开会，去租全国各地的场地，然后雇用人力来驻我们的全国联署站点。我们要回归到最传统纸本的方式。通讲郭台铭会伫9月14办中华记者会，宣布副手了，结果到中选会登记。不过，伊完全看在野整合的进度决定。因若同一天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要策划去访问美国8天，规月要访问纽约、纽泽西、华府、旧金山，办市场交现，也会拜会 AIT 官员、国会议员，并且伫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。佩洛西或者是麦卡锡吗？整个规划都在审办进行当中。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要办第一场国情愿景发表会，公布0到22岁投资未来世代的分行政策。我们会提出0到6岁国家一起养2.0，6到18岁提出5个方案，来成就多元均优的教育环境。18岁到22岁来投资高等及技职教育。因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是计划要伫9月中去台南市、高雄市开始 Long Stay 计划，希望会当争取国家级选民的认同。普渡外界认为，民进党看袂过罗水块看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